來到大安東百貨豪華廣場充滿日本味，因為群馬縣高崎市早來各式各樣的梅仔汁、梅仔醬以及上新口味的梅酒以外，也有新鮮直送的蔬菜等農特產品。加上當地正是日本達摩不倒翁的故鄉，所以真濟單位都有達摩造型的手工藝品，甚至展現甲台灣台南的友誼。會中達摩協會理事長也親手創作，該活動對10號開始，一直到12號3天，要讓民眾感受滿滿的日本風情。親しい気持ちをね、高崎市民持ってるんで。高崎也有很多台灣人，就是住在我們高崎市，那也有開店、開餐廳等等。所以呢，我們除了這個商業上農產品，還有工業產品的這些進出口之外呢，就是我覺得還是人跟人的這些往來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希望這樣子的交流的友誼長長久久。來自日本高崎市的地高合唱團，嘛在開幕式當中演唱，用鄧麗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甲第一屆民眾活動，場面盛大熱烈。會中副市長蔣林煌嘛代表市長親臨見證，而舞蹈出席的黃市長也特別錄影，強調精彩台日交流，要請大家唔通錯過。對，跟他們交流應該是蠻不錯的。比如說用高崎的梅子來做台南的梅子雞，那高崎的蕎麥來做蕎麥茶，跟我們台南的蕎麥茶都可以互相來觀摩，所以歡迎大家可以來看一看高崎展，高崎的物產展。日本高崎節活動只有3天，邀請民眾都要把時間唔免出國，特登來體驗日本在地文化甲飲食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